古琴是个真文雅的传统乐器，大概有3000年的历史。这琴声需要这师傅照做古琴的经验来做调整。台湾古琴文化保存者林立正做古琴已经有50多年，目前要开这传承课程，希望未来呢会当透过这出册，也个开设无同款的课程，把这项传统工艺传落去。优美的古琴声，呈现经典的古琴曲《流水》。古琴大约有3000年的历史啊！古琴演奏家林发自细汉受老爸，也就是古琴的文化保存者林立正的影响，在12岁开始学弹古琴，今麦也跟老爸做伙推广古琴工艺。因为我父亲是古琴卓志，所以就想让我从不要只是会做古琴，得懂它的结构、它的道理，然后从演奏看看对酌情有没有什么一些的改进或者是改变。林发讲，做一台好的古琴，会想要追求更较好的音色表现，会晓弹琴对学做古琴来讲有真大帮助。因伫民国85年正式开办传承做古琴的工艺，有学员因为学弹琴，才渐渐对做古琴有兴趣。透过师傅一步一步看教，这一学就10多年，愈学对传承的欲望愈悬。我感觉这个工艺是咱台湾最传统的物件，一定爱传承下去，所以就会感觉讲。想要好好去学这个功夫安尼，就是师傅嘛足好诶，然后10几年拢一直甲拢当做敢若查某囝共款，安尼甲阮看教。要完成一台古琴，需要大约当半的时间，需要找适合的老木材，制作粗坯、挂形、包布、上漆。做古琴超过50档的林立正表示，每一个工序拢需要耐心、经验豆豆啊累积。上重要的是建立更较完整的学习系统，让古琴工艺代代传落去。我有我的社会责任啊！这个4个字在脑海里就形成了一个执着，所以现在后来我才决定开班，就这样，这是一个动力。那就是要打造成台湾的一个做琴的一个算园区吧。林立正表示，目前传承班有20多个学员，伊希望未来会当有古琴的文化园区，让更较侪民众对古朴材料工具来熟悉这项工艺。伊目前也咧写有关做古琴的工具册，希望透过文字的记录，让一世人的经验完整保留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